如果你係一個上半身好瘦嘅朋友仔，你就要學識點樣揀適合你自己飾物去改善你嘅身形啦。我自己係一個好中意戴飾物嘅人嚟嘅，因為我覺得睇一個人點樣去揀飾物就已經可以分別到咧佢中意啲乜嘢啦。喺成個配搭上係會有一種畫龍點睛嘅效果嘅。我而家就着咗件好 plain 嘅 top， 好悶啦，同埋咧個人好似好寂寞咁嘅上半身，好似冇嘢睇咁樣。如果你加一條咧又幼又長嘅頸鏈嘅話咧，戴咗首飾嘅感覺啦，唔會覺得特別靚，重心拉到去一個好低嘅位置，想人哋留意我哋唔豐滿嘅地方，我哋要將個視線拉翻高。所以我建議上半身比較瘦嘅女仔咧，係要戴一啲存在感比較強啲嘅飾物，而且咧就越短越好，最好咧就可以圍住你條頸呢個位置。當其他人望你嘅時候咧，佢就會 focus 喺你個頭同埋你個頸。咁樣戴完之後幾靚，即刻你會覺得咧成個人咧係精神咗好多嘅。所以我自己咧就最中意一啲粗啦，設計感好強嘅頸鏈。就算你睇下戴一條咧，個感覺都比你唔戴咧係爭太遠啦。疊戴兩條都係粗嘅頸鏈，重點係留意翻個長度，要做翻個層次感。但係如果有啲朋友咧真係唔中意咁粗，都可以疊戴兩條係簡單啲嘅款。嗱，呢一個我係非常之推介，好多人都唔識得欣賞佢，我覺得越短越好，真係要箍住你條頸。就咁戴咗其實已經好吸睛噶啦，比較寂寞咗少少，所以我會加翻一條長嘅去做翻個疊戴。咁戴咗之後係咪好有層次感呢？又或者長呢一條咧，你可以揀一條咧相對複雜少少嘅設計，更加有自己嘅性格啦。因為香港實在太少我自己中意嘅飾物啦，所以咧我就自己喺日本咧係搜羅咗一堆我自己中意嘅飾物，好似我頭先試嘅所有嘅飾物咧，都係我搜羅翻嚟，而且喺我鋪頭有得賣。喺聖誕期間咧，我做緊2件8折，就啱啱適合咧大家去做一個疊戴嘅款式啦。想睇實物嘅話，可以嚟到銅鑼灣白沙道我嘅二手店裏邊去睇，都可以喺網店購買。如果買2件仲有8折優惠，買滿600蚊仲會免郵費。條頸夠幼同埋長，記得買呢條。